这个声音应该可以。我等一下如果讲的时候，我如果自己觉得太小声，我会请你们再帮我大声一点，因为我自己的声音没有太大声。你要是现在你放的这个角度会声音没有那么大，你要再往前一点。我们的这个接收头要再往前一点，声音会大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一款的话呢，它是可以直线，我记得好像是可以戴在脖子这边的。如果戴在上方不好，这样子，反过来，要反过来，上下反过来。变成这样，没有。然后这个可以弯了。所以我可以用这样。等一下，想想看，我不大记得它是怎么弄。没有啊，反过来这样戴啊。哦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声音有比较大声。这样声音就大很多。好。因为我们的收音器在这边呢。好，这样可以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感谢平安，主要做咱两更，有时咱嘛有亚神的时阵，有时咱嘛有软正无快乐的时阵，主是咱的快乐，主是咱随时的帮衬。当咱失去方向的时阵，耶稣要做咱的光，带咱头前的道路，咱的脚步一定稳当。咱做儿女，咱做来宣告，我要信靠你，主耶稣。生命，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，期待颂扬，用心的乐章完全献上，你同在的耶稣我的王。你加给我力量，感觉盼望，你赐给我盼望，寻寻方向，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。生命已不再一样，期待宣扬，用心的乐章完全献上，你同在满耶稣我的王。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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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事上已证明。耶稣耶稣要归耶稣，愿我信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事上已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见我信心更坚定。那软弱疲乏，你加给我力量，感觉盼望。盼望失去方向，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。
信靠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上已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能坚定。主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上已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。再一次来宣告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上已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更坚定。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，你的慈爱永远。再次见证你的奇妙作为，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慈爱到永远。再次见证你的奇妙作为，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使徒早已为我预备，你的清洁到永远。你的心是有风的作为，你的心是我预备，你的心早已为我预备，你的慈爱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已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。亚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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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信服你，追溯你见面。亚索，亚索，宝贵亚索，愿我信心啊！亚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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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信服你，追溯你见面。亚索，亚索，宝贵亚索，愿我信心啊坚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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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从火上不有阿爸别，叫咱起立，叫咱起立，因为伫上帝里是无有咱正的事，无论你偌济事，偌济重担，你是毋是愿意将你的重担交予俾上帝？伊要伫你心中来成大事，咱做来学乐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无论有多大，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。多难的事，交托在上帝手里。无论有多大，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。无论有多大，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上帝手里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在没有难成的事。无论有多大，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。无论有多大，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上帝手里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
所有就有，他命里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我永远传承历史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所有就有，他命里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永远传承历史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所有就有，他命里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但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全知全能神，荣耀都归你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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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难成的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咱将阳光将咱的娱乐献祭，胖胖的祭，请坐，阿门。咱祈求。请坐，上帝为咱做清气的心。第4篇51篇，作清好甲咱讲，伊要互我有内面有换心积定的心吼。因为咱知影，咱家己有过失，咱的罪要伫上帝面前来显露，嘛求上帝毋通赶走咱来离开伊的面，照伊的慈爱来怜悯咱。咱做来念这首，上帝啊，求你教我做清气的心。心情的类似，上帝求你教我从这起的心，让我来明我心情的类似，不通我生活和我离开你的面。
为着咱家己，为着咱教会事工，为着咱昨的音乐营，咱会当来互顺利。这6周的音乐营，去吸引较侪人来认捌咱的教会，互细囝来认捌主，互你一生会当行伫主的真理道路顶面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要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来生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与你来将阮的用你丰盛的慈爱来擦拭着阮的过失，将阮的罪恶来一尽来洗净。伫阮伫你目睭前所行的歹，主啊，求你来显明着你的公义、你的公道来修正阮，求你来怜悯阮、可怜阮。当阮有野心的时阵，当阮有坐压力的时阵，当阮无法度喘气的时阵，当我上困迫的时，阮的心无法度来自由来做罪的奴仆，求你可怜阮、怜悯阮，互阮会当投靠伫你的十股下面来撇下这个灾害，来得到安稳。我嘛真感谢，伫阮昨音乐营，阮有12名的细囝伫你的面前，来受到这音乐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带领，求天父上帝，你继续带领这音乐营伫6周的时间，互阮的历程有够遐快乐、有耐心，同这细囝的相处的心。主啊，你的圣神感动伊，互伊有够遐快乐，为够遐耐心，为够遐智慧，将这细囝带到你的面前。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来阿门。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上帝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我心将你的心。上帝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。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既然你祈求合着上帝你的心意的，你的应允是袂落空的。因为阮知影伫你遐，伫你的内面是无难成的事。伫你的应允甲见证，阮的生命的转变是无相款的。因为阮的旧的事已经过去，主耶稣，阮信靠你，伫你的慈爱的内面，阮的心是无惊吓，阮的心因为主你的做瓦靠，阮会当稳当勇敢，因为你救阮脱离活命，脱离迄个死亡，保护阮的脚无来绊倒，互阮伫你的面前行伫活命的道路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所爱是阮的心诚实的敬拜。愿阮的敬拜，愿阮的娱乐，
拢会当诚做芳芳的坐，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感纳，愿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相当用上帝的10条诫来宣告咱的信仰。第一诫，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无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。第四诫，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。第五诫，着好记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第六诫，毋通害死人；第七诫，毋通行奸淫；第八诫，毋通偷窃；第九诫，毋通做假干净，陷害你的厝边；第10诫，毋通贪心。愿咱伫生活中会当见证咱的信仰，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15首，万物光明及美丽。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咱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1篇，腓立比书第2章。上主做王掌权，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伊建立世界，伊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。上主啊，大水哗哗吼，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咱至高的上帝，伊要唱的歌是信靠每一句应允。
感谢圣歌队的服侍，互咱通过诗歌，会当伫主内面有喜乐、平安、毋忙。咱即时做伙来读上帝咱即时做伙来读上帝赏赐的话，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30节到31节，以及第2章1节到第3节。咱先看第1章30节。地上各种的走兽，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伫地上所有得白的活物，我将青色的菜色，互因做食物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，有下昏甲早起，是第6日。第2章第1节，天地甲万象已经创造完成。伫第7日，上帝完成伊的工作，就休困。上帝赐福第7日，定即日做圣日，因为伫即日，上帝听伊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。咱即是请总南来读中文的版本。创世纪1到30节到31章，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。在第7天，上帝因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，就谢了功。他赐福给第7天，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。
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，谢工休息。咱即时请咱的亲人那个小朋友来头前，咱请全团队来为因祝福祈祷吼。赶快，mun准中南，咱做伙来吼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即个圣安息日，阮搁七界组织，阮也看到遮尔侪主你所欢喜的囡仔来到你的圣殿中间。主啊，今日也是会考的时间，求主你赏赐互因智慧，伫每一条的题目中间，拢会当看见因的聪明，就伫遐展现。主啊，阮也将现场遮的小朋友，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固守因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充满上帝你的恩典，也固守因的学业伫家庭中间，也有真好的教育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亚瑟平安。今日是代表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大家请安。我伫口鼻教会时吼，拢现开始的时阵吼，我拢做望咱听这中间，拢有一种听的感觉。所以啊，咱爱比一个手势，敢好？敢好？拢无啥声咧，敢好？好啦吼，咱就爱讲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好，来一遍哦，预备起。爱笑笑啦，好无？哦，搁一届哦，咱若对方看哦，咱这是一个请安哦。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，来。真好，安尼耶稣拢足听咱的吼，安尼今日感觉今日心情真欢喜。今日想要甲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啊，就是陈英伦有拄。为什么有这个主题？这是因为吼，咱我要分享的是台湾这个族群，伊的信仰，也佮有伊的文化。为怎伊想要分享？这是因为第一，台湾这个族群伫咱南部较罕咧看。第二，因为我穿这个原住民的衫，我是台湾的新妇啦，所以吼，我着爱甲大家了解一下台湾这个文化。啊，因为今日阁是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大家来请安。啊，我的先生伊目前伊是泰雅族，所以伊伫南投的仁爱乡咧牧会。啊，等者我着来小可来了解一下。台湾这个族群啊，其实是真特别的一个族群。等者咱做伙来看吼。全世界有超过70亿的人口数，超过2000个族群，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。伫这个族群中间，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拢有因家己适合徛起的。伫亲像咱台湾，咱就有汉民族，有新住民，有外国人，嘛有一寡的这个原住民，有无共款的风俗甲文化，总是咱拢彼此接纳。伫咱共一块岛屿，也就是咱的台湾社会咧生活。若是台湾，伊徛起伫较悬山的所在，就是伫中北部，而且因的范围真宽。对南投开始，南投、台中、苗栗、新竹、新北，啊，搁乌来，搁有宜兰，安尼有看无？哦，非常的看。所以因若要开会吼，一定爱2工啊。像咱伫台南中会吼，开会半工，因开会。路程就爱半工啊！而且吼，足歹组织，无一个中心点，拢伫山啊，所以足歹组织的，这是因的困难。总是伫遮台湾这个族群是原住民的第3大，就是人数第3的一个族群。伫这个族群中间，因传统的生活模式就是拍蜡，也佫有种植。男性就爱负责去拍蜡，啊，这个动物吼，就是有山猪、山羌、山羊、鹿，或者是即个飞鼠。啊，若是因若是有拍蜡，你看这有即个纹面，就是一个象征讲因成年的即个标志啦。因若是男性有即个侧面，就表示讲吼，因有拍着较大型的动物，山猪或者是鹿。啊，若是女性呢，伊就爱负责种植遮的农作物，也佫爱织布。
女性即个怀的部分，若有侧面，就代表讲伊伫即部方面真有才情。啊，总是因为日本政府来到台湾以后，就禁止即款的侧面。啊，若是台湾伊传统的即个社会形态，就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就会组织做伙。啊，即种就叫做雅雅。每一个雅雅都有一个头目或者是耆老。毋过，即个雅雅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这是一个文化的意思，传统或者是讲一个生活模式，或者是咱所谓的规矩、伦理或者是道德。比如讲，因若是去拍拉得到的遮的动物，就爱互相分享，而且摕教业者就好啊，袂使顿。啊，若拄着欢喜的代志，或者是冤家要好好，就爱抬猪。啊，若是男女朋友交往半年以后，就爱倒来互部落的长辈看见。啊，就像咱安尼，咱若伫平地，咱拢会讲啊，当时要食饼。啊，毋过伫部落毋是安尼问啦，伫部落是讲什么时候要杀猪。啊，所以阮伫学校结婚的时啊，咱伫平地袂当真正杀猪嘛吼。啊，所以咱就食烤乳猪。有看到院长甲副院长拢围伫迄山猪的边啊吼。结果因迄天拢无离开迄只烤山猪，可见是真好食吼。因也认为，即个山林中间，这是有生命的，所以爱保护，爱来疼惜，袂当滥觞使用，嘛袂当来破坏。因为人甲山林，抑阁有这土地，是一个真亲密、互相倚靠的关系。因也认为，人、神甲鬼，因拢叫做有毒，所以无偶像的崇拜，这个自然因嘛无咧拜。因认为，这个山林中间有一个看袂到的神，或者是灵，有一种想象袂到的快乐。天地万物拢是这位看袂到的神，或者是灵所创造的。所以，当这个基督的文化来到台湾的时，不但无甲因传统的这个思想产生冲突，反倒是互因明白，原来至高的上帝有拄甲因，就是咱所敬拜的这个上主。那呢，这个福音是怎样来到这个台湾这个族群？咱就先来看这个宣教的第一阶段。伫1906年的时，这个井上一之助的爸爸井上弥之助来伫台湾遮做生意，无拍算，就互一个泰鲁格族的人来伤害台视。当时这个井上一之助，伊是伫日本咧读神学院受装备。当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，伊的心真悲吧，真艰苦，伊想要报仇。总是当伊读圣经，抑阁有祈祷以后，圣神的感动就启示伊，就爱听对的，所以改变伊的心意，伊就决定要来台湾来宣教。总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是禁止对国外来宣教的，所以伊就改变伊的想法，伊就来学一寡医疗的训练。抓到一个机会，伫1911年，就来到新竹的尖石乡医疗布道所，伫遐来做这个医疗的工作。一方面，伊伫遮的台湾的族群的人，一方面就开始来传福音。所以伫即中间，伊伫日本佮台湾就安尼来去，一直到伊伫1947年不得已的情形，甲转去伫日本。总是伊的心思思念念。看伊的拢是台湾即块岛屿顶面的福音事工，所以当伊过身的时，伊的蒙牌顶面写的是，顶面写的是疼，日文的疼，下面写的是达米伦有杜，就是编辑的上帝。啊，若是1945年的时，第一批的即个基督教的医疗团队来到新竹的梅花国小。当时因为台湾真流行这个疟疾，所以这医疗团队就来到这个山地地区来做医疗。当然，除了医疗以外，嘛爱做宣教，所以就传讲基督的信仰，也阁有教因唱诗歌。过一年，这个医疗团队过一届来到梅花国小，这回这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孙雅国。院长的夫人就是孙丽莲女士，要对这个团队来。当伊来到遮的时，伊就建议这个梅花国小的校长
因懂得爱来栽培当地遮台湾的即个青年，互因会当开始会当来奋兴起来。也因为安尼，所以孙理莲女士伊就开始真注意伫遮的社会事工，所以伊对整个原住民即个族群有真大的帮助，因为伊有成立基督教挂彩浸会，到即搭咱犹原拢真知影。伫1948年的时，这位高甘霖宣教师也来到台中梨山地区、环山也阁有梨山伫遐咧宣教。上即个时间点，对玉山圣经师院转来伫部落的杨金胜也阁有谢进奖，也开始转来伫部落咧宣教。通常伫关山的遮个原住民城呢，头目一个人若归主，整个部落就会归恩主。杨金胜牧师就是阮的职工，伊就是安尼，伊是头目，所以就开始整个部落就归恩主。环山教会就安尼开始来设立。所以咱台湾圣学院的教授林丰信牧师，伊甲伊的学生用20年的时间，就来写一本册《山间凉风吹起泰雅尔的苏醒》。伫2019年出版，伊这就是咧记载圣行的工作，就是宣教的第2个阶段。这个圣行的工作，伫1972年的时，就开始降临伫这个新竹的天普教会4位姊妹的身上。这4位姊妹拢无读过册，总是当圣行伫因的身上的时，因迫切咧祈祷，为着福音的事工咧拼命。这个圣行的工作，就对新竹的这个天普教会开始对外吹往其他新竹的地区，吹往苗栗的地区，所到的所在，众人拢来认做悔改，也来归向上帝。圣行做真大真大的工作。毋过伫这本册内面无记载的是，其实即阵圣行的风也有来到环山部落，因为杨金胜牧师娘就是阮的阿婆，伊嘛是互圣行充满的一位。伊人真细汉，伊讲吼，伊当时体力真好，暗时拢困袂去，所以伊就骑火马按环山行到梨山，行到福寿山，行到翠峦，就是南投甲台中的交界，去遐传福音。我伫富强教会实习的时，夏牧师甲我分享，讲伊要读圣学院之前，迄个暑假伊有参加团宣，有来到环山教会。当时，互伊感觉印象非常深的是，因为环山遐是海拔伫1700公尺，所以甲咱南部平常就爱差11度啊。虽讲是伫热天，毋过若是伫透早起来，也阁是真凉冷。4、5点来起来早天祈祷会，毋过当伊看到遮个会友遮尔热情、遮尔迫切时，到呾伊的印象拢犹原真深。牧师阿公大号一个名，甲我的先生是共款的名，叫做尤敏。那呢，现主时的环山教会梨山地区，佫是啥物款的情形？国民政府真早就伫即个梨山地区的福寿山佮有玲珑场有营区，即个梨山地区有4个原住民的部落，就是梨山、环山、松茂，也佮有嘉阳。伫即个地区的因为拢甲遮的军人有所接触，所以当国民政府咧辅导遮的退伍的军人咧栽种苹果的时，遮的原住民也对咧学习，上时间也拄好宣教的第1个阶段，伫遮开始咧运行。所以一方面因真温困咧建设，一方面是热情咧追求信仰，经济也佮有生活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变。咱看一个小小的环山部落，4、500人，有4间无共款的教会，有安息日会、长老教会、真耶稣教会，佮天主堂，无庙。遐即间现主时咧聚会的环山教会，是当时就是圣行的风第2阶段来的时，伫遐热情、热心所起造的。总是因为经济生活变好，
家长就真想要将伊的囡仔送落来伫台中市读册受教育，所以伫家长甲遮个囡仔上时间，拢爱去适应这都市的生活。一方面是因为听无台语，有产生一种的自卑，佫找无华语的教会来自会。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讲话实在是有口音，这也互因自卑。这个原因，就互伊愈来离开这个信仰愈来愈远。虽讲是基督徒，毋过煞变做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。现主时的环山教会聚会的人数大约只有10个人而已，无青少年，嘛无遮个。可以帮我上一页吗？因为按太快了，谢谢。嘛无青少年，嘛无咱的主日学，因为青年甲壮年拢已经伫都市，这部落内面就存在长辈。这也是现主时这偏乡，也佫有遮个部落的教会拄到的处境，也佫有因的危机。在下一页，当遮个开始不断的发生的时，信心佫一届做工啊。最近环山教会来一群义工，当因看到十字架的时，因就来甲伫迄中间做伙来聚会。当然遐说讲，按听有华语，或者是听有母语，因为伫部落的长辈拢讲母语啊，所以伫遮目前环山教会无牧者，所以拢是邀请这退休的牧师来。退休的牧师就是华语，也佫有母语安尼穿插安尼咧讲。遮义工当然听无啊，安尼要安怎沟通？用眼神啊，用眼神佮诗歌，真趣味。伫迄个中间，伊安尼变做是一个真好、真和谐的一个大家庭。阮的妈妈甲阮讲，伫遐颠倒是变真做是真好、真好的同工，伫做伙内底组织。这也是环山教会目前的一个情况。环山遮最近咧推行的，就是遮个观光。观光的产业伫部落其实是真好，有富裕、樱花勾吻龟，佫有这紫藤，所以这环境是真水。栽种水果，就是苹果、梨仔、水蜜桃，也佫有遮个高丽菜。若是要去探访的时，因为我的先生伫有转去做实习。若要去探访会友的时阵，爱坐这流浪啊。每一回，若要转去环山部落的时，开合欢山，就爱6点钟的时间。我若行总横变道，爱4点外钟。问阮安尼看见的是，目睭所看见的是，天下万美真水，天下万美。真水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总是若是想到遮伫部落的遮个族人，因为因搭土地租互本地人，生活上无问题啊，经济上嘛无问题，毋过因失去目标，互人感觉真可惜。环山教会需要搁一届来点着即个热情，需要信心搁一届来动工，感谢主。即摆的动工是因为已经有义工搁一届来进入，因也真需要咱兄弟肢体之间互相来相互祈祷。这是阮要转去的路顶，人咧追学，毋过这是阮必经之路啦。山的另外一边叫做司马库斯，相信大家拢捌听过。司马库斯伫民国68年时阵才有电，84年时阵才有车路，所以互人叫做是黑暗的部落。毋过，因为因久长的即个拍拼，持守祖先带因教示的讲爱分享、
爱做伙来保护山林，持守加上基督的信仰的经营，咧真心咧经营这个关公。早前叫做是黑暗部落，现主是上帝的部落。我深深知影，我爱学到你。至高的上帝，荣耀拢归乎你。至高的上帝，我要学到你，早起、中昼、暗时。要成做上帝部落，上帝部落现主时变做是台湾伊的信仰，也阁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典范。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上帝，也阁有人甲大自然的关系。司马库斯伊推动的就是共同分享，也阁有做伙来打拼的即种生活模式。所有的义观，毋是耆老或者是这头目一个人的决定，是部落的议会、教会，也阁发展协会共同来参详推动的。啊，若是拄着这重要的代志，那呢，就爱透明祈祷。要怎样成做一个上帝部落？有两个关键。第一个，就是爱有共同的这个信仰的中心，所以伊就是通过早祷来组织正人的看见，也阁有价值观。那每一项事拢找求上帝的引带、信心的带领。第二项就是无论是头目、牧师或者是过家，所有的职务、因的福利也阁有薪水拢共款，确实落实伫即个分享、合作的即个生活模式，互相扶持、互相来帮衬。所以因嘛真推动，就是爱生炭济济。咱兄弟敢会当约看卖生几下，才有入家？约一个，3下啊，安尼无入家，爱4下，因为吼一个打15分尔啦，所以爱生4下。啊，即个是阮的表小妹，伊嫁去遐，伊就是拄拄咱即位姊妹讲的，伊还阁无入家，伊当生3下尔，所以爱阁继续拍拼。啊，因也逐日办理即个小学。毋过因的程度其实真好哦，所以若是去甲升直考试的时，其实无输遮都市的遮个囡仔，也财政遮传统的农作物，用这早前的即个方式来做收藏，也阁有即个竞争，保护山林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因拢会休困，无对外开放，就是因为因要征收，要保护即个山林。也阁有，就是尊重即个土地，土地就是老母，就是爷爷，必须爱戴保护。原本我的先生伫暑假的期国是要去遐对伫即个理事长，也阁有伫即土木的边仔来学习，啊无拍算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取消。总是阮就通过一届搁一届去拜访去请教，就将因所一直流传的，真做阮伫牧养的所在所咧传讲的。当然，伫现主时，咱无可能真做上帝的部落，咱无可能搁安尼分享，咱的资产无可能分享到即种程度。毋过，掠着上帝的应允，即项
是咱会当做会到的，也就是凡事来追求上帝的心意，互上帝来引带，互信心来带领。上帝真做是咱生活的中心。编辑是另外一种会当学习的典范。伫泰雅族即个菱形，伊所代表的这菱形所代表的是目睭，也就是因的代表是讲，即个祖先是自信咧看。毋过现主时，这是上帝是上帝的看顾，也佫有保守。啊，若是这环的，所代表的是庆桥、彩虹桥。在新的时代，行公义、心存怜悯，到末日，才会当行过即个庆桥，甲祖先见面。毋过现主时，这上帝是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也佫有咱福音救赎的即个稳定。这编辑无可能用看的，就会晓，需要团结，需要技巧，也知影爱知影内底制作的即个方法。对即个采收稻麻，还佫有来洗线、整理、漂白，到最后的一步，真济真高工的即个程序，才会当织出一块真水佫实用的布。有时会感觉真忝，无想要佫继续。这也亲像咱咧军队耶稣基督的脚步的时，咱嘛会感觉真忝啊。敢会当停困？敢会当莫佫继续？总是当咱若有兄弟之间彼此的关怀，咱若了了上帝的旨意，咱就会当继续往前，咱就会当突破，咱就会当往前来跑走。这是伫即个信仰的中间，咱上界大的一个帮助啊。通过人甲人，也佫有人甲大自然之间，才会相处，互咱看见。但因即个族群，因也未熟悉上帝的时，上帝就将伊的智慧放伫因的心上，来教导因生活。所以，当上帝将因即个族群编辑入来伫伊的图片的时，因哪来就哪画出基督的即个色彩，哪来哪有基督的款式，哪来哪显明。就亲像司马库斯即个例，甲咱讲。去掉上帝，不只是会带来祝福，带来上帝的供应，更较重要是咱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也佫有凡事拢是上帝伊咧传教，遮个财物拢是伊咧传教，就亲像空气、水，也佫有日头共款，真自然、真必要的存在。这嘛提醒咱，人是有限的。人的教育、人的教导拢是有限的，只有至高的上主，伊的教导才是无限的，才会是全面性的。伫旧年，我只是一个原住民的新妇，毋过抽签来甲伫口鼻教会。口鼻教会是一个西拉雅的平地的一个族群，嘛是原住民。这是上帝真奇妙的带领，信心的带领。这个族群伫396年前就接触过基督，总是中央有失落，现在佫一届吹转来，这是信心的工作啊！咱要怎样去掉伫主，一定是信心带咱带领，若无咱是无才调的。去年口鼻教会70周年。我有即个福气参与伫即个中间，真做上帝编辑的图片其中内面的一个。伫即个中间，一定是信心的引带，一定是兄弟内面共同的扶持，啊无伫即个社会，才会冷淡，常常会互人感觉真冷心、真退后，嘛无法度佫继续。兄弟之间，咱彼此爱三件的事。通过咱肢体互相的关怀，咱伫周间或者是咱礼拜时来到教会中间来组织，三提祈祷互相关怀，信心的引带来引带咱，毋好互咱家己
走出去，伫上帝所编织的这个图片内面的外口，咱永远拢爱知影，咱必须爱牵条主，互咱家己伫上帝的这个图片内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主。感谢你创造万物，也阁有水的经地。感谢你也差遣宣教师来到台湾这个岛屿，信仰的前辈来拍拼，拢无惊，也阁有热心来传扬福音。信心引带，竞选阮成做你的子民。主，你的手一直无停咧编织，你期待阮甲你有份。求主你牵教，赞阮刚强。也特别将这心灵软弱的兄弟，也阁有弱小的教会，放伫基督中三体来扶持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咱感谢全团队的分享甲勉励，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。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备办心做伙来奉献，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，咱做伙用信心来奉献。若是你头一厝来的朋友，会当毋免吼。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，甘心的奉献。我一心。
咱做伙来读奉献的宣告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，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深信，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。我确信，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看周报内野的公道内容，为着咱所听的教会兄弟姊妹以及咱所关心的事项，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带领阮逐人做伙来到伫这个大桥五街的所在，互阮有新的意象甲福音的时间。感谢你赏赐阮有为主做工的机会甲力量。感谢你引带昨的儿童音乐周末营，有社区的儿童爸母来到伫阮中间。毋望遮的儿童通过诗歌、音乐的灵捌，互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中来põ意，也互遮的爸母有机会通过囡仔的学习来灵捌听人的耶稣。求主也赐福伫玉山新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老师、学生。求上帝你带领因伫工作、伫因的学习，拢通来归荣光你。我也愿上帝你带领勇壮教会遮的青少年、青年，互因通伫主的听堂稳定中来长大，成做未来教会的调节，社会顶有路用的人。阮同齐伫遮做伙向你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敬。这是咱做伙来看周报内野的教会的大细项事吼。第一，本主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，咱感谢口鼻教会全团的代表来请咱报告吼，咱感谢伊，也会当做伙来关心玉山新学院，为因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5月19就是今仔日拜日，圣神降临节，台南区全球祈祷日，时间地点有写伫遮吼，咱会当做伙要参加的兄弟，咱做伙伫下晡1:20，咱要做伙出发。第三，5月26拜日下晡1点，代祷团队的观摩，地点伫富强教会，目前已经有8名的同工兄弟来参加。也要邀请兄弟做伙伫1路公本外来登记。后周的小组咱暂停一摆吼，也请兄弟后礼拜会后伫教会咱用餐了，就要做伙来参加吼。第四，6月15拜六9点半到下晡4点半，有一个互你爱上信息敬拜
俄勒的演习会，地点伫太平境教会。咱邀请咱敬拜团的团队，也是有意爱了解的兄弟来新如团长报名参加。第五，6月初2拜日，是咱本年度青年曙光纪念主日。迄日的所有事项拢是咱青少年青年来担任服侍工作，咱嘛做伙来为这青年事项的备办来关心大道。6月初9拜日要举行第3摆的新礼典，也请有要转级也是受洗兄弟来牧师申请。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。台语，因为家拢有人建立伊，独独建立万米的就是上帝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希伯来书3章4节。这是请。还是平安吼，今仔日真感谢即个詹传道吼，对咱的，互咱较了解部落因的经营吼，真正是爱了调上帝心意吼，来让落实伫共同的分享，共同的扶持吼。牧师有特别交代咱下昼吼，下昼咱要去迄个长隆大学，迄个全球的祷告日吼。所以请咱有参与的，本地有报名的吼。1:20分，假使讲你无报名，你要做伙去的，请咱1:20分伫教会集合吼。会开车到建隆第迄个长隆大学吼。所以请兄弟姊妹，你若要参与，请1:20。咱昨的音乐营吼是第一天吼，第一次吼。咱的报名其实是12位，其实后壁要报名是无机会啊吼。所以咱足紧了，咱的报名就截止啊吼。所以咱昨的迄个反应还不错，还很好吼。咱真感谢奕晨照奕晨老师吼，甲咱做真好的教导吼。伫迄个昨的中间，足侪家长伫咱中间有来做，虽然咧等台中间，但是嘛含牧师含咱遮的同工有真好的交陪吼。所以期待咱若有同工，若礼拜6的时间若有时间。咱会当来投入即项吼，含遮家长做交陪，来做分享，去较深的了解嘛。嘛，我知影，因为奕晨他第一次对细囝即种的音乐营吼，可能对是足大的挑战吼。所以嘛，咱兄弟为了伊来带导，互伊有耐心、有听心，嘛互伊智慧，对细囝的即种的教导有较专业，将伊的财物互因上。较重要是，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互细囝在教育中间认捌主耶稣吼。好，我报告到遮，感谢。对，足歹势，新朋友。这是丽美老师的同事吼，同学吼，好，叫做许文新吼。我拄则有甲伊拍招呼，伊是我的同乡吼，屏东吼，因为我细汉伫屏东大汉的吼，所以伊大的所是万丹，和阮屏东市无偌远啦吼，一千万领久的吼，真欢迎你吼，下礼拜去看到你吼，好，谢谢。咱做伙来吟信息392首，俄勒上帝愿福本源，因是选咱请咱的赞团队来为咱祝福祈祷。祝福，百姓是愿感谢你的恩典，
求主你也互阮会当有即个心志，就是牵调你无放手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，也有圣神的相通，对即时一直到阮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密道闭会。一分外时间，咱看一个影片哦，我拄则袂记哩请来放吼。这是咱昨的音乐营吼，是咱的玉成老师哈，内底有他们年龄是国小3年级到中班幼稚园吼。你看细囝的笑容真天真吼。耶稣有讲，咱的心若无像细囝这么天真，是无法度去到上帝呀吼。欢迎员，再爬上去，再爬下来，这个弓，很好。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小朋友，我们再给他一次高。这个过程真正有耐心但是囡仔的状况有突发事件吼，所以需要咱的协助的同工吼和玉成有真好合作吼。每一个小朋友拢足够水吼，用因展现因家己的作品吼。好，感谢恁。好，请咱若后礼拜咱若有时间，礼拜6时间会当来做协助的同工吼。你若有愿意，你若有时间，这是种足好服侍吼。好，感谢。